后来继续来看，行政院长苏贞昌再去到立法院备询，也毋过外界嘅焦点，也是这个院长摕3杯罐买红仔车送查某孙，发票煞共拍行政院的统一编号。参台北市长郭文天嘛批评讲，有啥物款的头家，都有啥物款的发言人，暗来口说，行政院前发言人丁一鸣买牛肉面拍统一编号的事件。面对这个批评，苏贞昌无正面来回应，是笑笑啊讲，去买这个红仔车推广3杯罐，家己就是迄个野鸡的人。还有男子。13号替查某孙出任务，查9套网价红仔车，行政院长苏贞昌提醒台湾人紧甲3杯罐用完，不过发票顶拍行政院统编，本来是正式推测，一声变争议。公款如果有不当运用，或者有什么这糊涂办事，好好了解，在机制上不要让再发生。可能一到现场就把统编丢出去哈，那也搞不清楚说到底行政院院长他的动作是什么哈，确实也要比较谨慎一点。民进党立委跳出来斗相共8回，行政院同事可能天天唔知影头家买啥，会当原谅。不过苏贞昌讲有人代志伤济，伊讲的人到底是啥？就是我多事啦，去买漫画啦。语气内底听得出淡薄仔无奈，不过嘛好让大家爱记得用3杯罐。苏贞昌的会嘛，让大家拢伫咧讨论。有消息讲，到明年底无内阁改组的案算。在台湾，总统跟行政院长最知道彼此的辛苦，以及能够做成某些事情的不简单。访问的时阵，搁一摆讲到总统，苏贞昌敢若想要甲大家讲，因合作配合甲真好。